我就會係盡量避免一啲 triggering 嘅字眼啦。但係點樣都係有可能會令到大家情緒不安㗎啦，自己留意啦。然後就有唔少嘅支援嘅資訊，我就放咗喺直播嗰個 description box 㗎啦，Tiff 幫我哋放咗喺入邊㗎啦。因為今日我哋睇到嘅呢一啲資訊嘅量係極多啦，冇話太多人可以做到太多嘅 fact check，所以好多我哋睇緊嘅資訊都係片面、單方面。呢一件事絕對係一個悲劇。11月26號喺呢一個大埔宏福苑嗰度發生咗一個火災。咁佢嗰個事件其實喺一開頭燒得好細嘅時候咧，我已經喺 Thread 度見到嗰個 post，由細細嘅一個火苗咧喺個底嗰度開始燒起嘅。咁呢一位朋友咧就放咗上 Thread 啦，我估佢係第一個報警嘅人添啊。咁佢就話一望過去發現見到有火警，當時喺啲棚架嗰度見到嘅，佢個 friend 就 Google Map 揾到係行昌角咧，就已經即刻報警噶啦。喺6分鐘之後，嗰個火已經係即刻蔓延到4樓噶啦。然後首批嘅消防員已經到場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已經係一個好人好事啊，真係快嘅，我覺得。咁但係佢就話消防員去到嘅時候，火勢就蔓延咗上去噶啦。個火係本身好低嘅啫，細細地唔開聲啦。因為我覺得好多人咧應該對個聲係幾 PTSD，我就建議唔開聲。但係喺唔開聲入邊咧有一個重要嘅資訊要分享嘅咧，就係喺條片入邊咧係冇火警嘅警報聲嘅，即係個火已經燒咗啦。正常嚟講係應該會有警報聲，但係冇，淨係聽到片主都要多謝片主啦。片主都有大嗌：哇，有冇搞錯啊？喂，着火啊！着火啊！快啲走啦！咁樣盡佢嘅力叫人哋離開，話俾大家聽佢着緊火。因為其中一個大問題就係因為呢個樓宇係維修緊啦，你見到全部都包住咗竹棚同埋啲網，有好多人喺入邊嘅話，佢哋係唔會知道棟嘢着咗火，又冇火警警報聲。有啲嘅住戶直頭係有發泡膠係封住咗個窗噶，咁所以如果你係可能你嗰陣時瞓緊覺啊，迷下戴住咗 headphone 咁樣咧，其實係真係完全唔會知道着咗火。咁就喺10秒內已經係嘣一聲直接由個底度燒到上去噶啦，咁就絕對係會令到本身可以走得甩嘅朋友可能錯失咗一個好重要嘅機會啦。喺呢個 Channel News Asia 度有一個 time lapse，即係縮時啊，下一秒已經係變成咗咁樣啦。突然之間左邊呢一度燒得好犀利，造成咗好多嘅傷亡，一個都已經太多。咁當時警方就拘捕咗3個人，就控告佢哋涉嫌誤殺。唔同人嘅腦海中就有唔同嘅演繹，有啲人就會覺得政府做嘢好快手啊，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這是祭旗嗎？係咪捉3個叫做係交咗差先呢？咁呢一個就係第一日嘅時間線。第2日我哋嘅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講一啲嘢，已經同業界會面，商討推進金屬棚架去取代竹棚架嘅路線圖。政府會開設一個專門嘅網頁去發佈有關呢件事情嘅最新消息。冇話討論得太深入嘅，但係佢嘅分享就係佢已經係開展咗呢一個路線㗎啦。28號咧就繼續係救火啦，就有啲朋友就 show 咗唔同時段救火救成點啦，冇晒火咁滯噶啦，同埋竹架啊嗰啲都仲係喺度嘅，有啲地方就仲係 intact 啦，有啲地方就歪嚟歪清咁樣。10點18分宣布救熄，一路都有搜救成功，有搜救失敗咁樣嘅嘢出咗嚟啦，有呢啲消息嘅一路都，然後就再拘捕多2個人啊，廉政公署警方就指工程公司負責人嚴重疏忽，導致今次嘅事故。琴日已經拘捕咗3個人，今日再拘捕埋工程顧問嘅2名負責人，然後又有其他嘅朋友 share 燒完之後嘅樣貌係 sad 嘅。你係冇諗過嗰個係你屋企，當時你喺現場會感受到啲咩咯？我諗唔到啊，好有末日嘅感覺。明白點解喺嗰度嘅或者係相關嘅朋友係會非常唔開心，甚至有 PTSD 等等，我係極度明白。就個火熄咗之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咧，經過初步嘅化驗，宏福苑嘅棚網係達到阻燃嘅要求㗎。當然會有部分嘅人有一個疑惑喺度啦，有啲嘢係放咗上互聯網度啊嘛，咁個互聯網見到嘅嘢就。咁呢個就大概係今次嘅時間線啦，我就避免咗好多好 triggering 嘅資訊，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嘅新言部分出嚟嘅，好多副線嘅討論。呢一件悲劇嘅發生呢，有好多人鬧嚟鬧去，想指出到底係咩原因、咩事發生、點解會咁。我希望都係為咗避免未來嘅悲劇發生，而唔係純粹嘅情緒抒發啦。因為起火之後，其實都好快有人就 post 咗一啲工人喺個工地度食煙嘅相片，
即刻好大嘅篇幅係變咗做有好多人鬧緊啲煙民。咁我就喺呢一度好清楚咁樣同大家講，我唔係煙民嚟嘅，但係我有好多 friend 食煙嘅，我係冇諗住偏幫任何一邊嘅。OK， 但係就有唔少嘅人見到呢一啲嘅相片啊，有維修嘅人員喺個棚架度食煙啦，咁樣食到咁啊，即係有片咁樣啦，影到佢哋喺度食煙，咁就開始係有好多個人就鬧啊，有冇搞錯啊，咁冇呢個安全意識啊，咁我係絕對認同啊，就算係食煙嘅人都唔會可以反駁到嘅嘢嚟，喺個工地度食煙有好多易燃物品噶嘛，你又去油站度入油咁樣，你點着咗支煙咁。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點樣都係永恆嘅真理嚟㗎啦。而喺一個油站度點起支煙係一樣唔適當嘅嘢，大家都應該明白啊。所以我就唔明點解會有維修嘅工人貪圖方便，又或者係貪圖舒暢啊，喺嗰個地方食煙。但係亦都冇人可以確認到起火嘅原因係咪煙頭嘅。所以觀察到嘅嘢就係因為喺嗰一刻，大家都有一個好難宣泄嘅不安，或者憤怒，或者悲傷，似乎煙民呢就成為咗第一個俾人攞出嚟祭旗嘅一個團體。無論個事實係唔係煙頭係今次嘅火源都好，將整個憤怒遷怒落去食煙嘅人度就唔合理嘅。就算源頭唔係食煙，係咪可以正當化呢件事？絕對唔應該正當化喺工地或者危險嘅地方度食煙啊！認同啊！咁下一個呢，就係竹棚同埋鐵棚，因為大家都想知道個原因，點解會發生咗一個悲劇，你就可以討論啦。咁頭先我哋就見到超哥嘅宣佈啦，唔同嘅方面去溝通緊，點樣去將啲工程變成一啲用金屬棚架 instead of 竹棚。咁所以呢，就開始有一個論調出嚟啦，大家都 feel 到，似乎係繼霓虹燈之後，竹棚都要係步入歷史咯。我哋之前都討論過，竹棚呢一樣嘢係一個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噶嘛。係一個香港嘅特色嚟㗎嘛，肯定有竹棚。你任何要 depict 香港代啱啱開埠嗰個年代呢，就一定有竹棚。竹棚就係香港嘅一部分。咁但係就有可能因為呢一樣嘢就會越嚟越少嘅竹棚出現啦。咁所以就有唔同嘅人呢，就開始去講返啦。呢個竹其實係真係易燃嗎？呢一個例子就係 show 緊，咦，掉咗個着晒嘅鐵球上去，個竹都唔着火。咁如果你係真係要深究嘅話，我都相信資料會 show 到俾你睇，竹呢一樣嘢唔係一個易燃物啦，佢係唔會好似鋼棚咁樣。即係冇咁容易去用，又會有其他嘅朋友即刻就做下啲自己嘅實驗。有人就話見到超哥講呢啲，我即刻落街執條竹嚟燒下佢個底，睇下咩情況。咁就 show 咗出嚟，燒極燒嚟燒去咁樣，都好似係唔會好似我哋頭先喺時間線嘅時候咁樣咁樣一日燒上去啦。咁呢個就可能會接近翻啲真正用緊喺建築業度嘅竹。咁當然呢兩樣嘢就會好多人去支持啦，因為呢一個論調係普遍網民心入邊認同嘅嘢，但係都要喺呢度提醒翻大家 sample size 都係一嚟嘅。咁呢一啲係啊，即係我哋唔能夠係指住其他 sample size 等於一嘅攞去笑，就因為呢一個啱我哋嘅論調，我哋就覺得呢一樣嘢好合理嘅。佢個 sample size 其實始終都係一，佢都係攞咗一碌竹嚟燒咁樣，絕對係唔能夠作為一個有力嘅證據去 show 到其實竹同埋鋁嗰個分別喺邊度啦。咁但係大家就可以睇翻文獻去研究呢一樣嘢。而個最主要嘅想法就係，如果竹真係唔安全到咁樣嘅話，唔會喺呢一個地方度用咗咁耐，冇被取代到。其實長火燒到咁，個架用咩物料都唔再重要了。繼續睇埋呢一度嘅部分先啦。有部分嘅網民啊，係覺得主要嘅論調係想將呢一個悲劇發生嘅主要責任啊歸咎喺竹棚度，然後就會有啲專家就反而會出翻嚟講噶。香港執業安全師學會會長李光星接受 AM730嘅訪問嘅時候講啊，竹棚同埋符合政府要求嘅阻燃棚網本身係唔容易燒着，但係如果地盤棚架內有大量嘅雜物，好似紙箱啊嗰啲嘢咁樣呢，就好容易係蔓延到落去，然之後就一下燒着。然後會有啲人係可能 show 下，即係鋼棚好過竹棚咩咁樣，咁佢就 show 咗一個例子出嚟，就話睇翻10號風球嘅時候，冇一個竹棚出事，但係出咗事嘅呢，就係某一個地盤嘅金屬棚架，就諗晒咁樣嘅相啦。巴黎聖母院大火嗰時，條用金屬棚架燒到用要幾個月先清到，依家宏福苑啲竹棚燒完都仲喺度。係嘅，其實我哋睇翻上去呢，其實係真係見到燒完之後啲竹棚都係仲喺度嘅。咁但係啲竹棚仲喺度，其實真係可以有唔同嘅演繹嘅。我啊真係唔係專業嘅人士，我就唔亂嚟啦。頭先都有人講話攞個風嚟同佢比較，好似唔係話太公道喎。一個係打風，一個係火燒。
1115嘅重大火災事故喺上海度發生嘅，而呢一個事故呢，佢就當時都係燒到好嚴重，火後之後嘅公寓樓呢，你都見到啲棚架都係咁樣喺度嘅，然後佢都係用一個鋼棚去建築嘅，咁但係個情況就係兩邊都係一個悲劇咯。咁所以你話如果係要睇一啲個別例子嘅話，唔太幫到件事嘅，因為呢啲嘅悲劇全部都係個別例子。你用統計學嘅話，就會叫佢哋 outlier， 係咁睇一啲 outlier，其實對件事係無補於助，無補於事噶。所以咧都有其他嘅朋友係自己做咗一啲整合，整結咗啲棚嘅特性啊，嘗試唔偏幫任何一方，好處壞處都有列出嚟。竹棚就當然係成本低啦，對比起鋼棚，效率高就係竹棚，因為啲師傅咧好似啲印度兄弟開外掛嗰一種噶啦，其實睇佢哋搭，你係會見到佢哋啲手咧開始係見唔到影噶啦，唔知點搭噶，所以個效率高咧喺佢哋嘅手底下咧就更加誇張個效率。然之後就講喺工人方面嘅安全性。佢就寫咗呢個竹棚咧係容易踩上高摩擦力嘅竹啊，對比起鋼棚嚟講，鋼係跣啲啊，比起啲工人。另外一邊就係鋼棚嘅壞處，佔用較大嘅空間。竹棚嘅壞處就係物料嘅質素係不均勻啊，鋼棚就可以重用，同埋個強度又高啲。所以個結論就係其實竹棚 versus 鋼棚，竹棚有竹棚嘅好處，鋼棚有鋼棚嘅好處。但係有啲人覺得慘過一樣嘢呢，就係喺調查嘅結果都未真係正式出嚟嘅時候，就已經係推行緊取代竹棚，就會令到部分嘅人覺得會唔會係快咗啊？會唔會係有啲可惜啊？香港傳統喎，咁但係一個咁樣嘅傳統就似乎會係因為呢一件事好快地就成為咗一個問題之一，似乎係想取代佢喎。點解會係有人有呢個懷疑啊？即係有網民有啲壞網民啊，有呢個懷疑，到底係咪想夾硬推行一啲嘢咁樣呢？就原因就係原來係因為之前都已經係有新聞講過一啲嘢噶啦。喺2025年嘅3月18日，有人話搭棚工會嘅人接獲發展商嘅通知，新批出嘅公務工程將會有一半係需要採用呢一個金屬嘅棚架去提升工地嘅安全。個意思係一路以嚟其實都已經慢慢地喺呢一個地方度係開始推行緊金屬棚架，想減少竹棚架嘅使用咁樣噶啦。下一個嘅討論位置啦，睇翻成件事喺睇嗰啲片段嘅時候燒緊嘅呢，嗰啲棚網都燒緊嘅，咁就奇怪啦。一樣嘢就係棚網本身應該要係阻燃物料嚟噶嘛，咁但係喺啲片段入邊見到燒緊，係莫非有啲咩特別嘅事情發生咗？所以都有啲熱心嘅市民執到定唔知點樣，佢哋就自己拎咗啲棚網攞去燒，show 翻出嚟呢，呢種就係唔會着火嘅棚網嘅例子。唔應該會着火嘅一啲網係應該點樣運作嘅呢？燒佢可能就會係縮埋一嚿啦。重點就係佢，就算佢用一個好高溫嘅火槍燒住佢都好，佢燒着嘅嗰一下之後就會係熄翻個火咁。但係就有其他嘅朋友冇得 fact check 㗎呢啲，因為我哋都唔知道佢拎住呢一啲嘅棚網係咪真係喺佢哋講嘅地方度攞出嚟嘅。咁佢就話係呢一個瑞和樓 A 座14樓走廊就試燒。但係就咁樣嘅喎，對比起頭先左邊我哋見到嗰啲就有啲分別啦。恐怖嘅位置佢仲要係有一啲喺度滴緊出嚟咁樣喎，佢以一個火球咁樣嘅形態跌咗出嚟喎。我絕對唔係講緊今次嘅悲劇就一定係呢一種棚網啊嚇，我只係睇緊網民 show 緊啲咩嘢出嚟咋，我都唔能夠確認㗎。網嘅討論呢，就有啲人去試閱，但係就慢慢伸延，因為今日就開工啦嘛啲人，咁啊開始有人話見到啲人開始嗱嗱聲拆緊啲網，佢自己就話呢。佢偷偷雞執咗啲翻去燒，咁如果真係嘅話，都燒得幾犀利下，絕對唔應該係一啲可以過關嘅物料啦。又有一位朋友話 P 你個 K， 見到對面2日都冇拆網，以為葵興有清泉，嗰個悲哀嘅位置咧係合乎規格，係清泉。撲咗，會有一個疑惑。如果大家都喺度討論緊到底係竹棚定係鋼棚嘅問題，啲網就開始被拆緊咁樣。咁啊，當然呢，可以係一個巧合，都有可能會有部分嘅網民就會覺得，會唔會係有啲內幕嘅事情係對佢哋不利嘅，所以要拆咗啲網啊咁樣。嗰啲網民咁樣估啊，非常危險嘅思想，唔建議。除咗頭先嗰2個窿之外，一個就係個網啦，一個就係個棚啦。其實就仲有一啲管理嘅問題嘅，似乎呢，好耐之前已經係有管理嘅人出嚟講嗰啲嘢。佢話有人喺電台度表示，佢嗰陣時係喺5月1號入職宏福苑嘅保安經理嘅，但係上任冇耐之後已經留意到大維修嘅問題。佢其中一個留意到嘅問題就係包括消防警報系統
不時被關掉，施工工人經常透過走火梯出入大廈等等。呢位黃先生喺個電台嘅節目度咁樣表示，佢就話佢曾經向上級反映過，但係就未獲積極嘅回應，不了了之，所以佢對此感到不滿，做咗2個禮拜就辭職。然後咧又有一啲其他嘅新聞啦，勞工處承認去年收呢一個居民嘅投訴，就係投訴關於個棚網嘅。呢一個新聞就話曾經係巡查過16次。包括查看棚網嘅質量證書，最後一次嘅巡查11月20日，巡查之後嘅書面提醒咗承建商適當防火措施嘅必要性。8日前啫喎，1個禮拜前啫喎，有呢個提醒，但係就似乎都係一個漏洞，令到佢發生咗。總之個結論就係，無論係個網有問題，個棚有問題，定係管理都有問題，就成為咗今次悲劇嘅發生嘅元素之一咯。每一個元素都係必要嘅，先至會令到今次咁樣嘅悲劇可以發生到。咁就開始會有唔同嘅地方去取消活動，周潤發同埋楊紫瓊就缺席媽媽啦。然後因為古天樂先生本身都有一啲嘅活動嘅，就話要去呢一個 Comic Con 啊，做一個活動嘅。咁但係佢哋自己都出嚟話取消。咁有一啲我本身去嘅活動都取消咗啦。本身用專登改埋機票去為一個 event， 但係嗰個 event 都應該係會 delay。但係喺呢個事件上面就會有啲人叫做係情緒勒索啊。我見到呢排情勒有2種，一種係覺得抽離同自身冇太大關係，另一種係太共情，要求其他人一齊失落。喺呢個情況底下有情緒嘅崩潰，令到佢哋口出狂言，我會覺得理解嘅，唔好理佢咪算咯。我仔學校都出通告，二來普通一個平凡人分享喜悅都俾人鬧，真係好奇怪。有好多嘅朋友可能喺近來會 share 自己嘅一啲喜悅嘢啦，可能係結婚啦，可能係佢嘅成就啦，可能係佢出去玩啊。我覺得係絕對唔應該要去攻擊嗰啲人嘅，唔係每個人都一定要將自己嘅世界圍繞住一件事。雖然嗰啲人係好多人嘅共同創傷，但係你點知道佢係咪因為佢就係想避免呢一啲唔開心，所以專登去做一啲嘢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呢？你唔想喺你好唔開心嘅時候見到人哋開心，我明白嘅，可能係只係苦中作樂呢，日子都係要過啊！你唔知道嗰一位朋友經歷緊啲咩㗎？佢可能係因為已經係崩咗1日啦，所以佢第2日選擇做其他嘅嘢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去令到自己唔使圍繞住喺呢個空間度。呢一個唔係 weakness 咯，唔係弱咯，純粹係對自己嘅心靈健康嘅保護咯。好人好事嘅部分啊，即係好人好事，我就真係唔論識睇嘅。講真，喺呢個事件發生嘅嗰一日咧，即刻已經係有民間嘅朋友整咗個 Google Doc 出嚟去攞嚟報平安啦。咁但係就係因為唔同嘅原因，有啲問題出現啊，用唔到啊等等，直接係勁快就整咗一個網站去俾人哋去報平安咁樣。咁呢一樣嘢係完全係由居民自發性咁樣去做，係極度好人好事 feel， 非常感動。而亦都係有唔同嘅 post， 當晚都已經係有唔同嘅人係做義工咁樣衝晒去啦。我哋個聊天室入邊都有唔同嘅人做緊義工啦，都辛苦咁多位義工，有錢出錢定係有力出力，無論你係純粹同你朋友去分享，又或者係你自己嘅心靈 handle 唔到，所以匿埋唔去放負俾其他人啊，定係咩都好，其實你都已經係做緊一樣好有力嘅嘢咯，你係幫助緊成件事咯。出嚟做義工嘅人係多到開始，大家係叫佢哋唔好再出嚟。有啲人咧會係喺見到呢啲片段嘅時候，就喺度講話啲人做 show 啊，咕咕gaga咁樣。係咪做 show 都好，確切係真係做咗呢啲嘅幫助啊？你唔做 show，我邊度睇到呢啲嘢啊？其他香港人點樣睇到原來香港人仲係咁有團結嘅心啊？如果係講緊做 show 嘅話，咁都好啊。如果你做好事可以得到一個回報，所以啲人選擇去做好事，咁唔好咩？好過冇人做好事嘅。你做咗一樣好事，有一個 reward， 你做咗好事有一個獎勵，係一樣正常嘅嘢，係一樣好嘅嘢嚟嘅。除咗民間自發性嘅嘢之外呢，咁都會見到一啲 KOL 啊，或者知名人士啊、artist 啊等等都有做啲唔同嘅好事啊。麥明詩啊，就喺某一個 post 嘅樓下就 show 咗呢一個，我住九龍區，但係屋企可以照顧1-2位嬰兒啊，有需要嘅話 PM 我。笑哥子波波就有一條正經嘅影片，就係話希望去提高大家嘅防火安全意識啊！講真，細嗰代仲睇緊 YouTube 嘅，靠佢噶啦。然後藝人啦，藝人嘅 fan club 啦，姜濤嘅香港後援會就捐咗30萬，而 G-Dragon 嘅香港 fans 就將 Billboard 嘅應援退款捐出，張柏芝、黃嘉怡、
各捐100萬等等。香港自己喺入邊嘅藝人都有落區去幫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就完全係呢一度嘅體現咯。喺韓國嗰邊咧都有呢一啲嘅，呢啲啊唔逐個讀啦，有好多嘅韓國嘅娛樂公司都有去捐呢一樣嘢。你可以話喂咩做 show 咕咕加加咁樣，咁但係呢一樣嘢就係確切切地令到大家係真係行咗一個線咯。講下台灣、日本嗰啲惡毒言論啊。是咁的，可能喺網上面見到日本啊、台灣嗰啲反社會嘅朋友出嚟留言喺度恥笑啊，又或者係地獄梗啊嗰一種。諗深一層睇翻自己嘅地方，香港都有咁多惡毒嘅言論，咁你嘅意思即係其他人見到香港人係咪都應該憎晒全部香港人啊？都係一個個別例子，都係一個 outlier 嚟噶嘛，係佢哋自己嘅問題嚟嘅啫，唔應該將佢伸延落去成個族群。每個國家每個地方都有好嘅人、壞嘅人同有病嘅人，唔使理人哋咁多。其實個 timeline 度咧，仲有最後一部分嘅，我都知道未必會係一個可以討論得好多嘅嘢啊，就係關愛隊進場啦。咁就我係唔知道咩係關愛隊㗎，我淨係睇到啲人對呢一個關愛隊喺呢度嘅評價，就係有人出咗一個咁樣嘅 post，咁但係就咁。幾得意，個運鏡都係犀利嘅，即係佢應該係想分翻呢度右邊呢一度咧就影緊相，開開心心，咁啊另翻去左邊咧就有好多人喺度搬緊物資，搞緊唔同嘅嘢啊咁樣。有部分嘅網民咧似乎就對關愛隊呢一個團體係好唔滿意喎，又有其他嘅網民就出咗個 post，大概地講本身係市民們自己自發性去做嘅，就有做咗好多嘅嘢啦，有好多嘅物資啦等等，但係到最後覺得嗰啲付出付諸流水，啲物資係放咗喺度，冇去攞到去認災啊！喺佢哋嘅角度度，又有一啲人咧就出啲 post，場地負責人話要義工們晚上11點前離開並落閘，明天交俾關愛隊嘅人接手，所以義工就即時將物資分流去其他需要嘅地方。場地嘅負責人本身仲想阻攔佢哋啊，但係最後成功將啲物資派發到出去。如果唔係嘅話，又俾佢哋拎嚟打卡。個結論咧就係一個好大嘅悲劇嚟嘅，但係都見到香港人嘅團結性係非常感動嘅。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定係有任何嘅方法去幫到手，你哋都已經盡咗你哋嘅力㗎啦。我相信大家唔好內疚，唔好自責。有啲咩心靈需要幫助嘅，就記得睇翻我哋一開頭嗰啲支援熱線等等。原因都係同我頭先講咁樣啦，即係點解會係要變咗做 pointing finger，周圍去睇到底係咩嘢嘅緣故，到底係邊個嘅錯？因為係真係想避免未來會有悲劇發生。有人都出咗個 post 話，點解而家住呢一個屋苑嘅居民會咁恐懼？就係因為佢哋個設計其實就咁樣嘅。你自己望一望佢嗰啲相咧，有少少呢一個居安思危嘅想法嘅人都住緊喺一個咁樣嘅地方度，仲要有一個咁嘅新聞發生咗咧，係一定驚㗎。其實你話頭先嗰啲承建商開始偷偷地去轉走個欄網，係咪咩新有市咕咕加加嗰啲？咁都好啊，起碼佢哋轉走個欄網啊。我當然希望佢哋都會有要承擔翻應有嘅後果咁樣啦。如果真係有做錯嘅話，但係真係換走咗係好事。以一個笑話嘅完場啊！轉發新達現場0128，想問現場有冇義工可以一齊過嚟新達食蕉？因為啲蕉開始已經變黑，佢哋收咗8箱蕉，太多蕉啦，啲蕉都壞啦，快啲過嚟食蕉啊！佢話我知道一定會有人笑唔出嘅，盡量去收拾翻個心情係我哋能夠做到嘅嘢咯。希望呢件事逝者安息，生者堅強，傷患者就及早康復。